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，是最平淡、最简单的日常。面对面看着彼此咀嚼食物，是最平静、最安心的时光。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，是最暧昧、最不明的隐藏。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正常，是最可怕、最恶心的事啊。一个人的三个你爱到底有几个？莫搁讲别错话，我的心就袂请甲伊伫流花。敢不能在我爱的肌肤里绵羊，奈我走就袂走。一个人的三个你爱到底有几个？莫搁讲别错话，我的心就袂请家己伫流花。敢讲你不知我爱的肌肤里绵绵，奈讲到安尼一天两天三天，才今日就爱着放。想要甲你做伙想的你是我的，拢是一张卡。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，是最平淡、最简单的日常。面对面看着彼此咀嚼食物，是最平静、最安心